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渴慕神的人有福了，彼此勉励。Salikaga mapulong anini pakainin i malmasay ko masuaway to kawas atamsang masasi paitser kita。经文创世纪25章30到34节。Sul sa jingla ji Yakoban, sakapatayan satu kako to cahayu ako.Pavliin kako to miming kahangangay rara haningra. Patsaof sa ci Yakob. Ano pavli kiso takwanan to nika citulong iso to fisats i. Pavliin ako kiso to kahangangay rara haningra. Pasual sa ci Isaw. Hayla, sakapatayan to kako i.Malimaan ho ko nika citulong to fisats haningra.Patsaof sa ci Yakob. Ayaw ho kiso mikaton to suwal. Pavliin kako to nika citulong iso to fisats haningra. Saka keton satu ci Isaw to suwal. Pavliin ako ci Yakob to nika citulong ako to fisats saan. Saka alahan to ni Yakob ko miming pang ato kahangangay rara Pavli ci Isawan. Mahaldak ci Isaw kumaan minanum i luar satu cingra milias. Maanay ko pi sakahmaw ni Isaw to nika citulong ningra to fisats. Isaw对雅各说：“我累死了，请你让我吃这红的汤吧。”因此，以扫又叫以东，意思是红。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看哪，我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向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喝以后起来走了，这样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Genesis chapter 25, verses 30 to 34. And Esau said to Jacob, "Let me eat some of that red stew, for I am exhausted." Therefore his name was called Edom. Jacob said, "Sell me your birthright now." Esau said, "I am about to die. Of what use is a birthright to me?" Jacob said, "Swear to me now." So he swore to him and sold his birthright to Jacob. Then Jacob gave Esau bread and lentil stew, and he ate and drank and rose and went his way. Thus Esau despised his birthright. 在创世纪25章里记载了一对双胞胎兄弟以扫和雅各。以扫是哥哥，擅长打猎；雅各是弟弟，为人安静，喜欢待在帐篷里。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累昏，饿极了，看到雅各正在熬一碗红豆汤。以扫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雅各却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随口就说：“我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就这样，以扫为了一时的肚腹满足，把长子的名分起誓卖给了雅各。喝完汤，吃完饼，拍拍屁股就走了。圣经给他下了一个结论，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神为什么爱雅各，恶以扫呢？罗马书9章13节提到一句让人惊讶的话，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难道神偏心吗？不是的。如果我们细看这两个人的特质，就会明白为什么。以扫的问题只看见眼前天然的欲望。以扫并不是什么坏人，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世俗与麻木。
希伯来书12章16节称他是贪恋世俗的。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Binaon ladag iraw ko maurangay ano tsai malami letsa lai ji isawan a tsai kangulo to kawas pakai ni i mamangay a kakaanan paliwalhan ni isaw to fisat a ngangan ningra。他饿了就要吃，全凭本能反应。他不在乎长子名分背后的属灵意义，那不仅仅是双份产业，更是承接神的圣约，成为弥赛亚家族后裔的尊贵权利。以扫觉得神未来的应许远不能解我现在的渴，他把至高的属灵福分当成了垃圾丢弃。雅各的特质是极度渴慕更高的事。雅各名字有抓的意思，他喜欢用的手段或许不够光明磊落，甚至有些狡猾，但他心底有一个极其宝贵的特质，他极度渴望神的恩典与福分。他明白神的同在与应许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宁可付代价也要得着。神看重的不是雅各有没有完美的行为，神后来花了几十年磨练他。神看重雅各里面那一颗渴慕属灵福分的心。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给我们今天最大的提醒是，当你停止渴慕神的那一天，就是你灵里开始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像什么？以扫就像一块石头，属灵的恩典流过去，他完全没感觉。但渴慕神的人像海绵，只要有一点点神的同在，神的话语，他就紧紧吸住不放。别让红豆汤夺走你长子的名分啊！在现代生活中，我们的红豆汤可能是一时的娱乐，工作上的成就，社交媒体上的赞，或是转瞬即逝的肉体满足。这些东西本身不一定坏，但如果我们为了这些眼前的小满足冷落了神，放弃了每天与神亲近的时间，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了以扫的悲剧。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6节亲自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Umalamalayko milungutay miluay do nafaluzuan no kawas a tamlaw. Now hani papalahkerin no kawas zangra. 神不会强塞给我们他的恩典，但只要我们里面发出神啊，我需要你，我渴慕你的呼求，他就必回应我们，用他的荣光与喜乐充满我们。我们的家庭生活中，让我们常常彼此提醒，不要做属灵上麻木的以扫，要做热烈追求神的雅各。当我们全家一起渴慕神，神的同在就会像活水长流，在我们的家中汇集成荣耀的江河。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透过以扫与雅各的故事提醒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有时像以扫一样，为了眼前微不足道的欲望或忙碌，轻看了你宝贵的同在与属灵的福分。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家人的心中制作出更深的渴慕，让我们像海绵一样吸取你的话语，像干旱之地盼甘霖一样渴慕你的同在，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并照着你的应许使我们大得饱足。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常常聚集，一同寻求你，享受你荣耀同在的地方。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